来关心上届工资法推动了后，头一届举办上届工资审议委员会，伫昨昏已经决议讲，对明年开始，上届工资月级的部分要起到28,590块，也若算点钟的薪水是1点钟190块。劳动部即马有估讲，即届调整会有257万的劳工会当加薪水，这嘛是民进党政府连续9年调悬基本工资。员工调薪没几趴，肥猫自肥爽呵呵。大声发口号，工头团体伫劳动部外口发声批评劳工调薪无几趴，啊，毋过各项事件过关，说是调几啊趴。呼吁即摆上届工资审议会至少爱调5趴。我并不希望看到的是，今天赖清德总统号称他组成的这个 AI 创新的内阁，第一个创新的作为叫做先帮这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找位置，或者是帮他们调薪。劳动部外口车闹热，因为上届工资法今年上路了后，部内第一摆举行上届工资审议会。也是劳动部长胡培山上任了后，第一摆主持这会议，伊强调，目前台湾经济形势基本面较好，却受疫后全球通膨影响，和边际劳工生活受冲击。今年元旦月薪调整到27,470块，调悬1070块，时薪调起到183块。因为蔡政府连8年调悬，劳团希望赖政府继续调悬，资方是保留态度。整个台湾的经济状况。全世界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高低的。今年第3季、第4季整个衰退嘛，衰退就整个下降。审议会经过4点外钟讨论，决定明年上届工资为一个月27,470块，调悬到28,590块，时薪为183调到190块，差不多有257万的劳工受惠。最后是聚焦在4.05%到4.12%之间了。那最后是部长做了一些裁示，就是4.08%。那月薪的部分就是28590，那时薪的部分是190。很高兴的是，我们劳资双方都欣然的接受哦。那这个也是我非常感谢我们劳资双方的朋友对我们劳动部的支持。对月薪时薪上起，上总表示月薪起的幅度超过预期，恐然引起企业裁员，或者是物件起价，造成另外一波物价通膨。也认为欠工问题已经造成服务业经营更加困难。胡培山强调，欠工问题看起真侪层面，不是劳动部单独应处理，会向行政院报告找出解决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